可以通过空气传播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感染变异。虽然比不上 XT 病毒，也算勉强交差吧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当然是要去做实验。 我的工作卡呢？你们居然直接在我的研究所里实验药效，要是被矿家人知道怎么办？啊！他们来了更好。好多声音。 混蛋！你来这干什么？闭嘴！如果不想死，就快走。反正都死光了，怕什么？谁说他们都死了？如果他们再出现，就是把你吸干了，我也不会管你。你赶紧离开这里。